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我心喙干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要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阳光。圣诗281首，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敬虔跪拜，道义真拜上帝。信靠你，免看碍，学了你到万代，大家请起立吟全首。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本高彼拉多临来受苦，应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把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病。要对遐过来生活活人合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
体英文55篇，体英文55篇，我来客大家来印。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敢毋是比医福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因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咧甲因养饲。恁减无病院较贵重？恁敢有人想讲操完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丝仔久？恁哪就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咧大长，因无劳苦，嘛无纺织。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都袂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日得活，明仔互人迄落花落。上帝都安尼甲因装摊。恁减无过较甲因，伊敢袂搁较甲恁装摊？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还是阮要啉什么，要穿什么？这个拢是外别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这个拢是恁所需要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这个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操烦。明仔载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上帝，阮的主耶稣，万百姓拢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乌鲁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乌鲁伊的名，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上帝听是遐名长深广阔，将主耶稣赏赐予咱，为着要救赎咱的罪。主啊，阮拢要亲像西门，拍开属灵的目睭，认清楚主耶稣才是救主，才是恩典的源头。圣经有安尼讲，你甲阮教是讲，得救在乎，在伫认罪悔改，得着快乐，在伫平静安稳。主啊，阮要放下世间一切杂事，一切颠簸。要亲像西门、彼得、雅各、阮地主，这是阮一生上大的目的，上大的祝福。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的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好地教会主日。欢迎陈武正牧师带领敬拜团队同工前来讲道敬拜募款甲义卖伫1楼的广场。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项小会公告，第一小项，本会定伫本主日甲下主日，早起时9点10分甲中昼11点20。连续2礼拜伫教会办公室举行2023年财务检查，敬请各单位财务人员配合送来检查。第二小项，本会定伫2月25日早起时9点举行2024年定期互会，敬请各单位的事工甲财务报告务必伫正月28日礼拜前送到办公室，以方便要编印互会的手册。第三小项，本会定伫2月25礼拜日下晡5点半举行受访者免礼餐会。地点咱伫林皇宫的餐厅，
伫普爱路2到19号，敬请各单位负责人伫正月28日礼拜前办公室报名，以方便参会倒数的备办。第三项，下主日1月21日为总会国内外宣导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为传道事工奉献并代祷。第四项，本会定伫1月18礼拜四暗时8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各位长老出席参加。第五项，有报名本会举办读经运动的兄弟，请伫1月31日前拜三，将完成读经的进度本交到办公室。第六项，本会定伫3月初2拜六早起时9点到下晡时4点举办圣经游中讲座，是旧约，邀请国际读经会来带领分享。课程内容：摩西五经游中、耶稣亚记、萨姆尔记、王国游中、被掳归回游中、诗歌智慧诗要说明、新知诗要词说明。地点伫富堂，费用600块。欢迎兄弟踊跃伫2月18日前办公室报名参加，也请小组长协助来报名。请小组长协助组员来报名。第二大项具体的消息，交通管理组第一小项要征志工啦吼，请是每主日早起时服侍，若是有服侍的负担的，请2名前执事，就是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小项，请若是有骑机车到教会的兄弟姊妹，迄个机车的毋通踩迄个中条啦吼，以免刮伤地板，佮迄个龙头锁请莫锁，以方便交通的同工来安排，会当处理较好势。咱若自费煞，自费结束请恁要骑机车出来的时阵请正手边来遐带转会较安全以免发生代志，因为咱来自费是欢喜的代志，嘛爱平安返来甲厝。欢喜的消息，本会林家明兄弟甲杨玲仪姐妹伫1月20日拜六早起时10点，伫本会主堂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兄弟来观礼。愿上帝赐福这对新人建立幸福的家庭。第三项，协青牧区定伫1月20下晡6点举办特别的聚会，邀请韩国的新学生韩国新学院音乐系学生，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第四项，赞美操1月24日拜三下晡2点半到4点，要举办手机课程的活动，内容即个图片制作甲影片的教学，请若想要参加的兄弟杨丽萍团长来报名。第五项合作社的消息，第一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理干事会，请各位理干事出席参加。第二小项，自学贷款专案利息是免0啦吼。伫即摆开始，甲我协会每学期助学的贷款若是届满，就停止申请受理。欢迎就读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拢有留意愿要贷款的，请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三小项，社员大会定伫1月28日下晡时2点半伫主堂要召开，伫1点20分到2点50分止，到副堂来报道。超过时间咱是无采管，请社员带存折甲囡仔到副堂来报道，来领取无采管甲纪念品的礼券。会后
凭即个权来领股息，袂当互别人来代替，第六项，有讲幼儿园的消息，咱的幼儿，咱的细囝若是伫礼拜日，若是伫广场佚佗玩游戏的话，请家长协助囡仔，若是游戏结束要转去厝，甲遐玩具拢归位，而且甲迄个现场拢清去，请感谢主，嘛请大家配合。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好，咱高雄中华教育部今年我有举办即个读经运动，就是手抄路加福音。伫12月初6前，来当抄写路加福音，来寄转去中会，安尼就会当参加抽奖，进前顶礼拜咱有真济有5位兄弟，那抽到真好的奖。即个报名费是200块。这是因为你爱写即个稿纸1本，所以请伫正月21，就是后礼拜日进前，办公室咱的陈佩芬干事来报名，以上。今日无特别的来宾，是头一个来，但是咱有咱何地教会但吴建牧师带领因的敬拜团请我今日咱拍手欢迎因好，感谢。圣经今日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请大家来看，我来中读。当众人围括伊，在听上帝道理的时，耶稣徛伫建尼撒勒河边，看见2只船伫河边，土耳人离开船底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开，就坐伫船里教示众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汤面着无，土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阮就要拍网。因拍落去，就为着鱼真多，网到尾里，就约别只船的同伴来斗3工。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到尾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拍伫耶稣的骹讲：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因为西门甲当地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就所掠着的鱼无公影。西门的同伴西庇太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莫得惊，对即点了后，你要得着人。因已经拖船挖岸，就放下一切来对伊。好了，请相连圣歌队。
中途，咱请陈武静牧师，伊今日的主题是耶稣是咱的希望。兄姐大家平安，真正是感谢主耶稣，伊的救恩，伊的眷顾，伊的引带，伊的保护，咱充满感谢，感谢上帝。今日是河地教会特别奉献的主日，咱伫2000年光中会也是迎起70周年。牧师迄阵是做中会议长，所以阮望讲伫70周年光中会也可会当来开拓一间教会来做纪念。中会要开拓，其实中会无啥物能力通去要来支持即款的开拓。感谢上帝，咱有上教会诚侪母会来领养，所以经过20几冬，河地教会伫开拓的7冬了，因就自立诚做同会。同会就是爱靠家己，伊嘛是真正拍拼吼。对无咧拜堂买一间，即马佫迄2间佫租，后来佫买一间。即马因为礼拜堂吼，若无拢甲买起来，一间去用买去，所以拆做一半。所以伫无法度下面吼，河地教会就是开力无够，实在要买，非常非常的大头重，但是嘛是爱买，无买到礼拜堂拆做一半，安尼是要安怎吼？所以感谢主，所以因也透过合作社特殊的贷款来购买，当时买嘅是贷款，当然爱还。感谢主吼，咱这个主日特别吼，要来为着河地教会来奉献，请咱兄姐吼，真正为着咱所领养开拓这个河地教会吼，这个礼拜堂会当真做伫这个河地社区来敬拜上帝。宣扬福音的所在，所以今日吴静牧师感谢主，伊是咱中会真优秀的牧者伫课题真认真，搁伫遮无简单，甲因三甲拍拼咱真正爱甲伊鼓励咱欢迎迄个陈吴静牧师来分享上帝话，咱拍拍欢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做欢喜的心情那回家回来咱的后头厝，看到咱的爸爸妈妈安尼照顾咱的细囝，河地教会得到咱满满的稳定咱做伙搁一摆同齐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若毋是因为出于上帝，阮无法度对你来得到遮尔丰盛的生命。由耶稣来，就是互阮得到丰盛。愿主耶稣，你也祝福阮，伫阮所欠缺的时阵，阮会当夜头仰望你，来专注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搁一摆拍开天顶的塔门，将你的稳定摒落伫阮的中间，互阮知影，虽然阮头前看无路、行无路，但是咱的上帝是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上帝。在伫人话伫上帝凡事拢话，我有一个愿望是对主耶稣来。互阮打活的无过再是阮，是耶稣点伫阮内面的话。感谢主帮助阮，今日使搁拍开阮属灵的耳孔，听见主你对阮讲的每一句话。阮来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着讲，如今上存的有信、有希望、有听，其中这3项上大的就是听。感谢主，原来基督的听，拢甲咱激励。今日咱徛伫这所在是满满稳定。伫年头2024年的第一个募款的教会，阮就是来到油涌教会啦。所以兄弟姊妹，这是阮足欢喜的一项代志吼。因为阮咧参详讲吼，过年前是足重要的时刻，哪会当得到教会的即个帮赞，阮相信对年头到年尾，阮拢会当真顺遂。所以伫迄个当时有接到咱油涌教会特别陈建业牧师
友来讲，伊阵今年1月甲你安排哇，听着迄个心情迄个心拢规个拢扬起因为上帝听伫咱的忧伤的心上，互阮真深的感受。阮毋是孤儿阮是上帝所听的囝儿，也阁有地上的忧伤甲阮激励。所以，阮嘛捌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忧伤教会也来到河地来甲阮教因带要安怎来做即个报道，阮嘛得到真好的帮助。所以，咱阁会记得咱福音就是上帝大气力。河地教会就是因为福音来生团的。即头仔咱的陈牧师有介绍2000年福音运动的时阵，咱忧伤教会打起来，打起来，河地教会成做即个福音真要紧的一个基地，伫迄个社区来传扬福音。我嘛听见咱也阁有继续咧开拓教会，所以也祝福咱的教会是生团济教会，有济福音的经济轨迹来结出。所以河地教会伫即个咱看起来河地即个爱河的中间，伫遐2000多年前所来设立的。河地会当讲耶稣也真做河地的希望啊！所以2000年9月初10的时阵，伫设立即间教会，迄当时是一间店面啊！所以这是阮上初的时阵，才会兄弟姊妹的聚会进行。后来感谢上帝恩典隔壁有一间厝阮会当甲伊租落来啦甲伊租落来互一间会当变做2间。迄当时阮要租落来时，开始咧装潢，然后就厝边头尾拢挖过来看奇怪，哪会咧装潢因为两个招牌拢搁伫顶悬嘛，一个是大庆金香行有无？一个是河堤教会。人就咧摇到底是河堤教会倒去还是安怎感谢咱的主咱河地教会上帝是坚固的啦所以后来一间变成2间即个店名所以我要甲咱大家报告咱无倒去河地教会没有倒啦感谢上帝伫即个真济的风雨中间，足济的关头的中间，上帝拢继续坚固。互阮会当继续来向前行，所以20档的时候，感谢咱的陈建牧师甲咱的长老来到阮教会，来甲阮祝福，互阮知影，阮会继续来向前，来得到上帝互阮极大的应允。当来到河地教会时阵，当阮知影是一个开拓的教会，但我伫9当前来到河地，哇！教会发现讲囡仔真济啦，囡仔就是教会安尼走来走去真活泼嘛咧问上帝讲遮尔济囡仔会当做啥物啦？哇！咱的囡仔真高水，是拢真细汉感谢上帝伫上帝的引带带领，即群囡仔开始渐渐大汉，而且会当去服侍。所以伫细汉的时阵，伊就捌伫教会的门口迄当时咱的团长嘛带遮个细囝伫教会门口伫遐报道啦。伊个平安夜爱报佳音所以伫遐唱吟诗。你看迄囡仔遮尔矮迄无细字都会读着爱真注意，但是真好胆，为主来做工。我上感动的一项事，就是阮有一位老姊妹，因为得癌症，然后伫安宁病房。伊心愿，伊心中间上大的心愿，就是讲会当搁倒来教会做礼拜啦。所以咱现在会当直接做礼拜是极大稳定的。伊做想要搁会当来教会做礼拜，但是伊伫安宁病房，伊的身躯真衰弱。医生甲讲，你若要出去会当，但是半路若出代志，你要家己负责啦。所以不得不无法度来到教会，所以伊一心迄个心愿拢袂当放落啦。后来上帝感动阮遮个细囝就来到病床诶。所以咱的教会是我诶，教会毋是一个建筑物毋是安尼死板板教会是我诶，人做伙就是教会。所以甲别人讲，你就是教会，你就是教会，咱都是活跳跳诶。所以兄弟姊妹，阮的细囝就来到安宁病床的所在，甲迄个老姊妹做伙来做礼拜。迄个家长看了嘛真感动。伫遐咧七目屎唱了，你敢知迄暝我就接到电话，因的翁婿讲，我的某已经困伫我的怀抱内面啦，困去困去上帝就安歇伊世上的筹码。
所以，迄个姊妹虽望阮看起来细汉，但是上帝所要做的，拢超过咱所求所想吼。上帝要做大事，伫这疫情的时阵，所有的教会儿童营拢要停止。结果，上帝竟然呼召阮这个细囝吼来到这个平湖将军来做底宣啊。伊有一个真特殊的机会迄当时的传道甲我联络讲拢无人要来咧吼，拢无人要传道，因为疫情嘛，无那大安尼来出外吼。结果上帝互阮有感动，也甲阮的主流的校长参详了，搁好，阮来服侍来去，所以就带着即群囡仔吼，就开始备办，伫教会备办。遮囡仔这么济吼，真乖，伫遐无顺利传歌，其实迄是好不容易翕的吼。大部分时间就是赶快伫教会拢念袂牢。我讲主啊，遮囡仔要去宣教，敢有可能啊？敢无法度啊？结果上帝真正是拍破咱的想法，来到即个平湖将军岛的时阵，哇！伫庙埕中间，迄日头偌猛，咱大人拢挡袂牢咧。迄个辐射热吼，所以阮今年暑假还阁要去底宣一届。哎呦当地的牧师讲吼，你毋通用咱伫高雄的迄种活力吼去算，咱会当做偌济。到遐拢减一半，因为热甲挡袂牢，阮大人拢秘伫教会咧吹冷气吼。结果这细囝伫庙埕约人啊，看到人就抢伊，就传福音啊，所以真大的一个助力啦吼。因为阮去拢是囡仔，因为大人拢爱上班，无法度请假，所以细囝是对带诗歌、甲讲故事，就是用演戏的伫迄个所在有做真水的工啦。所以感谢上帝哦，咱毋通小看咱年轻，也是小看咱细汉无路用。而且咱嘛毋通看咱年老，咱今看咱少年团契，献诗歌真有力。阮毋若细汉囡仔，阮教会少年团契嘛，拢真每礼拜拢来到教会，拢无停止吼，风来天也来吼，伫遐聚会读圣经，做伙祈祷，而且伫阮无法度来服侍的时阵，特别阮带敬拜团出来前，伊嘛伫教会当来献诗吼，也阁要参与即个建堂的中间，伊嘛用因所会当的，就是因真够做即个手工吼，所以阮手内有即个叫做环保菜瓜布吼，这会当洗碗，会当洗碗。阮少年的吼，遮少年的妈妈哇，用一地爱用足久的吼，拢用袂好势。阮的即个阿公阮的阿嬷吼，安尼看读者圣经吼，试阮咧开始用真紧就完成。所以伊讲，牧师，阮若要参与一好地教会的建堂，所以对阮的教会来讲，大细汉拢做伙为着咱的建堂伫遐努力伫拍拼。为着就是要看见上帝互咱的教会是动心志的，因为主讲，咱的身躯，咱的教会就是伊的身躯啦。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啊，是迄个充满万物所来充满的。爱我学习，我靠耶稣好大来进前，也要来宣告讲，伫咱内面的比这个世界较大。阿免。所以你有确伫咱的教会中间，主甲咱三个伫地。无论咱现况是如何，甚至咱有时会失志，甚至会后悔、会失望的时阵，要甲咱讲，耶稣拢会陪咱行。甲边人讲，耶稣会陪你来行，耶稣会陪你来行。所以咱犹家伫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发生什么代志？耶稣行到这个吉利沙勒河的中间，找到一位，迄个人叫做西门彼得。所以西门彼得，伊就耶稣要带一人来讲道，伊要来讲道，互一人听。因为人真济真下溃嘛，所以无所在。伊就行到岸边，看见有船，有船，伊就招好讲，迄个船的主人伫什么所在啊？我通来使用上船了，甲船驶离岸较远一挂，然后伫船顶就当着岸顶的众人来讲话。安尼讲会当看侪人听去，所以马上招好这个船长就是西门彼得，然后伊讲道煞，伊就爱西门彼得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迄个最深的所在，而且爱伊做一个动作，将网拍落去来掠去。西门彼得，咱
照圣经所记载，伊昨暝通暝钓鳗呢，伊昨暝伫同一个所在掠鱼吼，安尼拢掠无半只。啊，为什么耶稣叫我搁倒转来伫同一个所在，另外爱我拍网掠鱼？伫伊心内有小可犹豫啊，甚至用一寡较无好的迄个态度讲：好啊，好啊，好啊，先生你安尼讲吼，我著试看卖啊，照你的话，我就将网拍落去。后来上帝真正是互无变做有的上帝，拍落了后，迄个鱼网完全底满鱼啊！底到网就要离开，然后一只船就要沉落去啊！安尼有济无？非常的济呢。所以需要另外一只船，伊就赶紧招好另外一只船，做伙将这个网、这个鱼啊吼，把掠去上岸啦。然后彼得看到，哇！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伊就拍伫耶稣的面头前。耶稣就对彼得讲：哪里要得着人？亲像得着鱼，所以咱对彼得伊的这个经历的中间，对真低调、真艰苦的路站中间来看，咱人生的愿望、人生的希望，是对耶稣来。所以耶稣伊知影人的内心。圣经记载讲，人是看外貌，咱的上帝是看内心的上帝。伊知影咱所有的造物。因此，伊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中间，甲咱三个伫地。所以耶稣会当看入人内心的生命的光景。伊知影咱的孤单，伊知影咱的寂寞，伊知影咱真艰苦心的时阵，伊拢陪伴伫咱的身躯边。所以迄当时彼得通暝钓鱼、掠鱼、掠拢无。彼得是一个专业的渔夫呢，伊出去掠凊彩嘛，会当吼几百只鱼拢无问题。但是迄暝，伫众人的眼中看到讲，哇！这个彼得无路用啊啦！讲规暝通暝掠鱼掠无啦，掠无了后，圣经记载讲，伊就安那甲迄个船弯载吼，就是靠伫岸边。原文的意思是船就袂用啊，停止踩起来啊，甚至是徛踩悬起来啊。伫遐那，人讲咧拍网啊。伫遐放弃，咱安尼甲看文字，抑阁感受袂到，咱若去体验到彼得的心情，伊应该是放弃，伊应该是就想要离开，所以伊人就离开船，伊袂阁看到啊，袂阁看到这代志，伊甚至已经真艰苦心，因为伊会得到人家祈求。讲啦，你都无效啊，你都无路用，你掠鱼那掠安尼，扣工吼，所以伊伫遐忍受真侪人家祈求。伊离开灵魂，等于伫迄当时，咱看见彼得所倚靠的是倚靠家己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倚靠家己是袂当做啥物。圣经记载讲，主耶稣就是葡萄树，咱是树枝。树枝若离开葡萄树，会当做啥物无？是袂当做啥物的。迄当时彼得就是倚靠伊家己的才调啦，倚靠家己的势力啦。俗语讲了好，靠山会倒。靠人会走，所以人若如果伫坚持家己的内面的时阵，时常咱所拄着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一个困难，就是一个爬袂过一个大山一样。所以兄弟姊妹，咱时常来学习的，毋是看家己是掠家己最大，咱是来倚靠咱的上帝。摸毋着人是有限制，但是上帝互咱的信心。是无通限量的，咱在伫主的内面，真心看见迄个上帝奇妙的作为。捌一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吼，讲要安怎才会当得到即个上帝的赐福？尼哥底母耶稣甲尼哥底母讲，你着爱定头生啦吼，你着爱定头生。尼哥底母就对耶稣讲，人已经老啊，要安怎定头生啊？要安怎定头生啊？这是毋是事实？人老啊呢，人已经老啊，要安怎做啊？但是对耶稣来讲，人老啊毋是问题啦。人老啊，迄个生命是永远不断地扩展、不断地增长的，所以是要对信心来生啊，要对信心来生。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咱对上帝认捌，咱嘛要
扩大，毋通用咱的经验来限制上帝作为。伫阮去年，阮经历一个上帝是阮教会极大的祝福，就是阮有一个姊妹已经入来伫阮迄个教会，然后有一个感动，就是讲我的妈妈吼，拢还袂认捌主，96岁啊，拄好伊上入来阮教会了，迄礼拜拜五时，妈妈96岁的生日。所以就甲牧师、甲中职邀请讲，敢会当来阮兜吼，甲伊做一个庆生啊吼。其实是后壁讲吼，会当做一个家庭礼拜，互阮妈妈会当有机会听见福音。伊佫有一个心愿哦，伊讲吼，你敢会当迄天吼，就甲阮妈妈会当洗礼啦，甲伊洗礼啦。哇！伊抱即个期待转去问伊的妈妈讲，会当来做生日，讲好。但是伊继续甲伊强调讲，你要洗礼无？你来信耶稣好无？伊妈妈做直接甲伊讲，无啦，无可能啊！我哪可能洗礼？伊佫是客家人诶，无可能啦！我哪可能要甲你对你信耶稣，就是无爱洗礼就对。伊就这姊妹就甲牧师讲，牧师恁来就好啊吼，咱本来讲想要洗礼，可能机会渺茫啦，无可能啊吼。但是上帝有一个感动咧，福音就是上帝大亏难。毋是我靠咱过去想法，讲这客家人也是讲伊年老啊，无可能接受，无可能改变。阮迄天开福音车要出去的时阵，我嘛甲姊妹讲，咱要有信心哦，准备吼，今日要得到人的灵魂，阿免。结果姊妹，牧师96岁啊呢，改变够可能？吼，不可以，我嘛是要有信心，所以我连迄个要洗礼，迄个叫做啥物洗礼。拢准备变啦，拢准备变，拢家大去。迄天就是亲庆生，伊足欢喜。庆生了食饱吼，伊就忝啊，96岁啊，咱想看觅啊，伊就爱去休困。阮就咧问者，我就开始有一个问号，讲等下要家庭礼拜啊呢？我规篇的工作拢为伊设计，拢为伊准备，伊无来，这篇毋对啊，咱就当回家呢吼。伊就甲伊妈妈讲，你去休一下吼，等下落来会使无？感谢上帝，伫阮未开始之前，伊就对楼顶落来，阮就开始伫遐敬拜，伫遐唱耶和华祝福满满。哇，伊心大开哦，手也悬嘛，讲到了，你毋通看呢，伊拢听有呢。我讲的每一句话，伊拢听有呢。所以最后就讲，安尼，姊妹啊，你敢要洗礼？你敢要洗礼？伊记得回来讲，我袂，我就是伊听毋到呀，我讲一件事，你信耶稣呢？你爱吼受洗礼，诚做伊的囝儿，你袂无？伊嘛是犹原坚定的回答讲，我袂。哈利路亚！哇，这就是上帝奇妙作为。伫迄天，阮两位长老，阮所有长老在场，阮就为伊行洗礼，伊的灵魂就得救。感谢上帝，伊嘛是咧等这个时刻，所以后2礼拜了后，伊的身躯是自然而然衰退。就倒伫门床，倒伫门床，伊迄是自然而然，伊就无治少啊，因为96岁啊，拢衰竭啊，倒伫门床。伊的家人甲叫，拢叫无反应哦。阮迄天礼拜三中职刚落去甲探访，一来伊目睭就退开呢，伊目睭就退开，咱的长老嘛伫遐嘛有看到，伊目睭就退开咧看，我就手死歌。感谢咱的上帝，真正伊是咱所夸克的，是咱的救主。那呼求主的名就要得到救，这是真实的，这是真的。所以耶稣知影人的软弱，伊知影人的软弱，时常咧想尽办法，互咱会当搁较成长，搁较进前。所以当彼得伊伫遐眯起来，伊伫遐休，伊伫遐放弃人生的中间，耶稣亲自叫彼得来。你有发现无？彼得伫遐已经互人看袂起，互起笑，伊毋知秘去倒位死啊！耶稣借着这个机会来招呼彼得，紧甲这主人甲伊叫来，因为耶稣要上去，且伊会当将这个船放较开的，就坐伫船顶要驾驶啦。所以勇壮的无欠缺医生，若是破病就通得到。两者上帝要互咱得到光强。上帝通过这个事件中间，甲彼得搁叫转啊，要定心来起造伊，定心来帮助伊。所以当咱行袂落去的时阵，耶稣会陪咱来行。
耶稣的兴起环境继续甲咱来支持。所以有时是毋通看过环境，咱会一关袂过，搁一关吼，但是咱是从咧关关难过，关关过。哇！当迄个以色列百姓因要过即个抗疫的时阵，要来到迦南地，而且因经过真困难的一个过程，就是爱过约旦河。我已经行过啊，过到约旦河时，眼前看到的即个耶利哥城是非常的宽大啦。当百姓嘛安尼想讲，主啊，哪安尼啊？哪个拄好这个代志啊？是要安怎？但是咱的上帝真正就是兴起这个环境，互咱知，毋是我靠咱家己的能力，是我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才会当成就。所以也因百姓洗城有无？洗城一天洗一年，第7天洗7年。这洗城的过程中间，拢袂当安怎？拢袂当出声，拢袂当我靠恁家己。敢若会当单单倚靠上帝，伫遐袂当出声的中间，就是祈祷，互主来做。伊就讲恁认真来看，看我今日要为恁所行的大事。所以兄弟姊妹，阮今日所讲到讲即个何地教会拄着的情况，当阮面对即个厝主讲要甲阮一半租的厝安怎套顿的时阵，我规个面拢绕去呢。即间本来一间礼拜堂变一半，下亏呢。安尼以后会如何啦？吼，说心内真郁卒的时阵，上帝互阮有一个感动啊！上帝通过这个牧师嘛，有甲阮讲吼，讲来甲买落来啦。你若无买来，以后是要安怎啦？啊，买着四支骹吼，对，要安怎买吼？啊，当时阮的厝主吼，啊，佫真歹参详，拢迷起吼，要找拢找无。这个牧师就来提供咱的这个福气教会的牧师吼。替阮去引带，后来阮就会当面来讲，所以感谢主，后来就决定要买啦。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阮爱先甲原地，所以我会记得8当前呢，咱来我嘛是搁来募款，是为着原地，还佫一间厝，还佫欠300几万，还未还了的呢，还未还了，爱先甲即间厝赶紧甲伊涂清，就是爱借着钱一个月来借着300万，甲即间厝甲伊涂销了后，阮才会当搁去借钱，甲合作社借钱来买，安尼较买会起啊。但是要安怎短是一个月完成，真困难。第一天我要开始要讲的是，迄天拄好疫情，阮教会有人确诊，所以迄天是线上等于就是要甲兄弟姊妹讲借钱的代志，就等于零啊，无法度叮当啊。但是上帝继续开路呢，互阮伫第2个月、第3个月开始招这兄弟姊妹开始借阮，所以我是一个月来借着，阮来需要300万，结果阮借的是305万，搁加5万，哈利路亚就完成了，所以我就真顺利签约，就开始进行这个过程。啊，随望一个月阮爱还贷款是102000块啊，一间怎么超30-40人住的教会。敢若负担甲牧师的社礼就是足困难啊！但是阮一年爱一个月爱搁加102000块，但是最稳定教会阮用的，阮已经行一冬啊呢，拢真顺遂。但是伫年底的时阵，中会忽然间甲阮讲一个事件，就是讲阮的教会厝要过户到中会。必须爱搁甲阮原地借的即间，搁甲伊涂销啦吼，爱甲伊涂销，我安尼较有可能吼来过户啊！啊，涂销爱偌济？603万外啦！哦，主啊，300万我就要昏倒啊！怎么我变做双倍啊？603万外吼，较有可能。所以当时我有心情嘛真郁卒吼啊！主啊，那一个山一个山呢，咱免爬吼，爬拢袂过安尼吼。但是咱的主真正兴起环境来帮助咱，感谢主伫顶礼拜，主的恩典吼，阮已经借着610万，大概500、600，着610万，佮比我原底630万哇，佮较济。哈利路亚！主的真正是要兴起环境，互咱学习我靠伊。啊，要安怎来得到这个快乐？真要紧，拢是爱出自上帝的话啦，毋是家己大主大意，是上帝讲安怎，咱只要照咧做就会成。
所以教会国度的治理需要出自上帝话。当彼得伊讲哇，通没着我，拢掠拢无的时阵，耶稣甲彼得讲，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搁较日较深的所在来落网掠鱼吼。西门讲，阮通没吼，头土拢无啊，但是伊讲啦，因为你的话，因为什么人的话？耶稣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因为你的话，阮就要拍万啊！所以啊，姊妹，当阮伫中时当工咧考虑讲到底要买的时阵，上帝的话甲阮讲，五块饼两尾鱼有无？五块饼两尾鱼就会当互众人食咧饱。咱只要提出咱所有的，上帝的确会正。所以当照着上帝的话来行的时阵，爱相信耶稣所讲的，伫人这是袂袂。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虽然行到当阮也毋知影会如何，但是阮确实上帝应允是替当时甲家里所讲的共款。迄个山要互你，好，迄个山要互你。家里讲伊45当前的气力如何，现在气力嘛是如何。咱要对上帝的信心永远袂改变，因为耶稣的希望就是互人的愿望。所以国语讲耶稣的渔网哦。渔网，台语叫做希望啊，希望。今仔日咱无搁掠家己的希望，是我靠主耶稣的希望。会记哩，迄暝耶稣爱伊拍网迄个网，原底嘛是彼得捌用过的网，但是真大的改变，伊是照着耶稣的话，迄个网已经变做是耶稣的希望。伊将耶稣的希望拍落去的时阵，真规个生命就改变。所以咱生命中间并无真正的绝望甲失败啊！来看到彼得因通没着无，连只鱼拢掠无的时阵，因应该失去希望。是拄着这极大的挫折的时阵，有可能就想要离开。但是咱的生命中间，伫这个甚至是苦难的中间，咱会发现耶稣拢是这个挫折甲苦难的中间，甲咱相甲伫地。咱就是爱有信心嘛，咱就是爱对主有信心。耶稣会尽全力来帮助咱，咱来保持喜乐甲信心，永远唔通失去希望。耶稣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永远保守咱，所以耶稣的希望就是互主耶稣所使用的希望。不但掠着满满的鱼，耶稣阁祝福彼得讲：目的惊对这点了后，你要得着人。所以感谢上帝，上帝真正的祝福，唔那单单咱见证的需要，上帝也将灵魂的需要来带来伫合体教会，伫咱每一间教会中间，咱来做的就是军队，互主引带。所以耶稣会帮助咱。咱讲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有无？耶稣帮助彼得，佮回到伊的异乡啊！伊原是共一个学啊，伊本来离开啊，耶稣爱伊佮倒转来。伊讲：你着爱军队我。放下一切，因为为着我的名，放下厝体，也是兄弟姊妹、老爸老母、囝儿，也是田园，拢要得着百倍吼来心接应允我。对安尼，也彼得出去传福音，新约中间看见伊讲到了，煞接洗礼，迄日隔天的约略拢有3000人。所以上帝要使用咱，会当成做伊所要动用的器具。所以唔通伫你艰苦中间，你就跋倒爬袂起来。所以我要讲着讲，其实伫我年轻来到教会服侍嘛，拄着侪挫折，甚至嘛有想要离开，但是上帝佫甲我救回来，好来到河地就林吼，伫迄所在继续为着主来服侍。咱要讲的是，上帝是祝福咱的上帝，就将你的代志交托给耶和华，并且我靠伊就要成全。无毋对，咱有时拄着的艰难，咱家己承担袂起。咱要做的就是合适，将咱的困难交互伊。因为在地人，咱本来就袂使。上帝要互咱来合适，我靠伊。因为上帝所赏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吼，迄个平安要放伫耶稣基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咱要合适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叫死人过活，互无变做有，互死变做活的上帝。所以，阮第2场礼拜，阮会邀请阮的非比乐团吼来带即个敬拜，咱有来会当会当留来继续参加第2场啦。阮的非比是遮拢妈妈，
这种妈妈有诶拢毋捌摸过乐器，因为阮的建堂的需要，就团长就邀请咱。这妈妈讲，阮拢袂晓，到我都团长讲无问题我的学生中间足侪拢会当学学习。所以阮学3个月就去第一场，3个月尔，3个月学了就去第一场去即个东港教会，当时是感动真侪兄弟姊妹，因为相信实实在在上帝，无变做话上帝就伫阮的中间。所以彼得伊要离开的时阵，是耶稣叫伊来，彼得就得到啥物？得到希望。我相信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的境遇中间，嘛有艰难，甚至破病。着大病，咱的心将要规个拢失去。但是今日在耶稣要对你讲，来，我要互你人生得到希望。所以下面我要请阮一位姊妹短短的分享哇，这是去年才发生的代志。阮的婉玲姐妹我还限制差3分钟到5分钟还是，咱来请伊来讲伊的见证讲伊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在开始分享之前，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跟各位弟兄姐妹诉说你有多爱我，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奇妙意事，我想要分享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不用经过我所经过的路，就重新看见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的旨意，再一次的立定他们的心智，紧紧的跟随你。愿今天所分享的一切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先跟大家炫耀一下，我前几天刚去日本玩了5天回来，我一天走了3万步的路，日本所有好吃的东西，3餐不落的我都吃了，点心也都吃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一个病人，大肠癌4期。好，从去年4月开始，我已经经历了2次的手术，13次的化疗，化疗还在进行当中。可是看不出来我是个病人吧？看不出来吧？我们在疾病来到我们眼前的时候，会看见死亡，死亡会非常具体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我看见死亡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欠亏，我会想到我会缺乏，我会缺乏什么？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我会欠钱，我会缺钱，因为我可能工作收入会影响，我要请假去治疗。实际上，我确实每一个月被扣的这个病假费用，一个月差不多要1万块钱。我现在一个月只能领到2万多块的薪水。第二个想到是什么？医疗费用。我的医疗费用，我是4期的癌症，医疗费用要上百万。我哪有？我也没有保险，我也没有很多存款，我的存款是个位数。我想说，我怎么有办法负担这样的费用？再来想到欠缺，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在治疗的时候，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孩子在我不在的时候，他会不会学坏？虽然想太多了啦，但是我当妈妈的一定会担心我的孩子会不会没有人照顾，会不会突然就我没有办法关注他的时候，他就走偏了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欠缺的想法来到我的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使天军是存在的，我们看不见，但是这个疾病让我看见了。我的医疗费用上百万的医疗费用，医生帮我申请了全部健保给付。这2次的住院，2次的手术跟13次，我总共要18次的化疗。除了一些自费的药物之外，我1毛钱都没有花到。所有的中医，甚至中医的一些治疗费用，全部都没有花到钱。再来，有一天呢，我的孩子他就问我说：“妈妈，我们养一个家要花多少钱啊？我以后长大1个月赚3万5，能不能养家？”我说：“我们来算算看。”然后就算一算，我跟我的孩子，我们是单亲家庭，我跟我的孩子1个月就要花掉大概3万5千块钱的上下。我的孩子说：“
妈妈，这不就是差不多你的薪水吗？啊，你每个月又被扣了1万块钱，你现在银行里的那些余额是怎么来的？我就说，对呢，我怎么还会？我在手术之前，我的银行里面只有几万块钱的存款，然后我就想说，我手术完就没有了。但是经过了1年，我发现我每个月只有2万多块，可是我的银行的余额有在增加呢。我也在想说，对，钱哪里来的？但是我后来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从上帝来的。我看见的是我的薪资单上面缺少了1万块钱，可是账是记在天国的，神给的我们没有办法数算。我眼前看见的缺乏，神就从哪边补足。再来，我看见的缺乏，我开始看见的缺乏是，我很担心我在手术的时候，我请的，因为我的家人要帮我照顾小孩，没有办法来照顾我，所以我就请了一个看护。我就很担心这个看护会不会不好，会不会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就感谢神，他不但是一个温柔又专业的看护，他甚至是一个火热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天啊，我的伤口很痛很痛，我痛到我不敢呼吸，你知道吗？打了强力的止痛针之后，我还是不敢呼吸，我好痛。然后我就眼泪流下来，因为我真的好痛好痛。突然之间，我就听到诗歌的声音，然后我就很疑惑，我就抬头看了一下，我张开眼睛，这个姐妹，因为那时候大概5点多，我其实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因为我真的太痛了。但是我听到她起来，她来照顾我的第一天，她起来。他早上就在读圣经，他在灵修，然后我就想说：天哪，神也对我太好了吧？他就是神派来的天使天君啊！因为在那个当下，止痛针止不了痛，但是他所播放的诗歌，然后他在听牧师讲到的影片，这些声音让我安然的睡着了。睡着了以后，我当然就没有痛。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神不但是把我的医疗费用，所以我想到的欠缺，甚至我没有想到的，连看护他都帮我准备好了。所以在他照顾我那几天当中，我就每天早上在诗歌当中醒来，在疼痛的时候又在诗歌当中睡着。然后我担心我的孩子会没有办法好好的，没有人照顾他，当然这是我多虑了。我担心他会学坏，也是我多虑了。在这13次的化疗当中，我每次回到家，我都会发现我的孩子把我们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今年才9岁，他会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我睡着了，他帮我盖被子。时间到了，他自己刷牙洗脸睡觉去睡，刷牙洗脸去睡觉，自己把东西都整理好。有一天，在我很疲惫的做完治疗回到家的时候，我早上醒来，发现我的身上盖着被子，上面有一张纸条说：“妈妈，好好休息哦，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耶稣爱你。”阿们。神不会没看见任何一个你所需要的事情。当然，疾病它带给我很多的让我看见了缺乏，又让我看见了丰盛的应许。但是撒旦会在我们的耳边说话。在我治疗到第7、第8次的时候，经历到一个非常非常大属灵的征战。撒旦在我的耳边说话：如果你的神爱你，他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一些？但当时我在心理上很多很多的考验，我每天都在祷告，因为我想要抵挡这个声音，但是这个声音一直进来。然后有一天，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未来有一天，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个时候很多的意志上的考验，还有我的头发一直掉，每天都这样抓下一把头发，心里会不会难过？会，很难受。但我就每天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在未来的有一天看见你的荣耀。但那一天晚上，神告诉我一件，在我的意念当中，他给了我一些画面。这个这个化疗半年多以来，我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我可以吃东西，我一切都很好，我没有吃不下的情况，我每一天都去散步1万步，一切都很好。神问我：这不是我的荣耀吗？ Amen。这难道不是我的荣耀吗？在那一刻，神给我这样子的一句话之后，在那一刻，我突然不在乎我的头发掉了这件事情。我们戴假发嘛，我现在戴的就是假发。但是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隔天我发现我洗澡的时候，
我的排水孔没有头发了。当我接受这件事情之后，我不再掉头发了，然后我的头发长出来。我那个时候7、8次，我头发已经掉成像弟兄的小平头那么短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它现在已经长出来，所以我的头发越长越多，我的假发越戴越薄了。我就心里在想说，神要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担心不需要担心的事情。明天的烦恼我们都不要去担心，因为神有一切最美好的安排。他让我不再焦虑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见了一件事，再另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时间。疾病会让人看见时间的存在，时间的限制。所以我现在我都很珍惜每一次可以站上台，拿起麦克风为神唱歌的机会，为神服侍的机会，因为我会知道，我又有一次机会可以跟好多人说，我们的神有多爱我，还有他也爱你。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可以做什么事情？神重建了我的身体，也就是重建他的殿堂，所以我要将神重建的这个我的身体再一次奉献给他。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要为他服侍。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给你们的恩典，愿大家也一起跟神同工。谢谢。哈利路亚！所以咱话题来个喘气，咱会当互上帝来使用。因为耶稣是咱的希望，就是甲后边讲，耶稣是咱的希望。咱来当好胆来进前吼，看见伫大风雨的中间，耶稣对彼得讲：“你来吧。”彼得就对船顶、对水面上行到耶稣遐去。所以来到耶稣的怀抱，耶稣要甲咱安慰、甲咱医治，互咱得到快乐。耶稣嘛通过今日在和的教会，搁倒倒伫油厂教会，要看见。耶稣是咱的希望，伫上帝国内面，咱拢是共一间教会吼。这是我伫咱的这个网络上掠的，讲是我的能力吼，是我永远的盼望啊！主帮咱，因为但愿使人有希望的神哦，将信将百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伫恁的心，互恁借着信心的快乐，大有愿望啊！所以耶稣用伊的疼的梦希望，甲油厂、甲河地梦做伙，因为伊是用疼甲咱揽条哦，互咱会当伫这中间互相做伙来经历上帝咧起造咱的圣殿，互这个殿的后来荣光赢过先前的荣光。主要要祝福咱，因为伊讲好人的就要互恁，并且用十足的生动吼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流到你们的怀里，完全的祝福咱也得到上帝极大的恩典。咱做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原本是真袂堪，但是借着耶稣基督，阮要真做丰盛。主，你互我有能力互人，因为你讲互人的就要互阮，而且要十足的这个祝福对顶悬倒入阮的内面。现阵是阮检测有真济对肉体的目睭所看见的限制。但是求上帝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看见上帝的意象，看见上帝互阮的应允，互阮好胆进前来到主的面头前，来领受上帝你对属天来的快乐，甲阮撒甲伫地。互阮搁一摆伫困境的中间，我要宣告讲，耶稣是我的希望，伫人袂袂，上帝你要带阮，今日伫你老年甲伊的地，原来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欢喜，主踮咱身边，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若欢喜，主踮身边，虽然的山啊，我存的水中的流水，我心我
耶稣，受罪功劳，天心来顺我，心来安宁，天龙的福气落地望见，天在也康乐，甲我往来，我用主耶稣主名来，他爱我哟，比你我有，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他爱我哟，比你我有，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顺我，万事平安，心和我求，福气我，定心来听我，望主爱，点滴主耶稣，我心灵爱，他爱我哟，比你我老，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他爱我哟，比你我老，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现在咱请坐，啊，咱要奉献，请咱执事来收奉献。感谢主吼，咱今日是咱的合体的，这个为着要圣殿吼购买特别奉献的主日。现在咱有这个奉献录啊，请咱会当尽咱的气力，咱为着主的圣殿，咱会当欢喜来奉献，因为为着去做上帝的圣殿，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的确要纪念咱所献上的，也要加倍赐福咱。请大家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同心来为着奉献祈祷。主啊，阮拢是共是肢体，好地的需要就是油枪的需要，好地的欠缺就是油枪的欠缺。因为油枪、好地拢是奉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主啊，阮感谢你，主的话有甲阮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甘心摕出的上帝看重。阮兄弟姊妹的奉献，真互主欢喜。主耶稣，阮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号册片397首。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就是你平安。咱祝祷
请陈武静牧师。但愿主耶稣的希望，特别上帝的主爱，以及信实的馈赠，家己每一样三个地地，对直接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弦乐表起来。